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关西曾经是个客家大庄，因为当地地形与盛产腌咸菜，早期被称之为咸菜瓮，后来才改名为关西。来到关西之前，我只知道关西是个100年老客庄，曾经是茶路的重要中继站，所以造就了关西的繁荣。但是当年车水马龙的客家大镇，如今却如同沉睡的美人。现在大家一提到关西，大多数只能想到仙草。所以今天我想到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睡了30年的客庄看看。到了关西，看见前面有一间100年老屋，门口写着有机书店。什么是有机书店？书又要怎么有机呢？书店陈设，古色古香，自然的光线从屋顶天窗洒落室内，让我心情平静。随意摊开一本书，坐在散发出原木香味的大桌，让我久居城市中紧绷的情绪都不自觉放松了下来。咦，楼下有位很有个性的先生，他应该是老板吧？大哥你好，你好，打扰一下。来，请坐，请坐。好。大哥，好喜欢你们店里的氛围哦。哦，谢谢，很有设计感。哦，就因为这是一个100年的房子啊，所以那个氛围就跟读书又不一样的氛围就出来这样子。我刚刚是有看到门前有叫有机书店，是，所以他的意思是就是没有撒农药的书店。有听过有机蔬菜，有没有听过有机书店？那有机书店是在卖蔬菜这样子，其实不是，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会长很多东西出来。那我的书店算第1家店，那我慢慢在这个老街上就长第2家店、第3家店，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有长8家店。但是有机的概念是这样出来的。哦，原来如此哦，我还以为是没有撒农药，还是有鸡有鸭这样。有常常闹这种笑话这样子啊。大哥是关西人吗？我不是关西人。哦，不是关西人。那怎么会想说在这里开这家店？其实，因为我常常在台湾旅行哦，关西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形容，它比较像是一个台北的后花园，所以这是我觉得它很美的地方。原来大哥有机书店的想法是以他的书店为开端，进而影响在地人，让他们重新认识家乡，带动关西当地文化风气。也因为这样，老街上开始有了一家家不同的商店。那其实更重要，除了风景漂亮，我觉得更重要是这里的人情味是很棒的。所以我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关系留住我。你到处客日旅行，那可能他们住在这里当地就不觉得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你去看过台湾这么多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真的很特别。然后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从白天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那个隔壁就说，你有没有吃饭啊？然后就煮一碗那个什么汤啊，或者粥面，就端过来给你吃，你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在别的地方不是大家有这种机会。然后比如说他们有多的水果啊，或者什么，你要不要吃一下？所以就主动拿过来。所以你就觉得在这里的这种人情味很浓。对啊，所以我就讲过，关系最美是它的人情味。原来大哥不是本地人，问他为何愿意落脚在这个人口不到5万的小镇，他说是关系美好的人事物把他留下来了。就是刚刚大哥有说，因为他这里叫关西嘛，对。可是其实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很紧密的，就是互相照顾啊，然后互相分享彼此的东西这样。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因为在关系，所以想跟你发生关系。这关系不是那个翔湾的关系，但我觉得它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对啊，是距离比较近。对，因为我们现在老街，那其实老街生活某方面它代表的是一种城市所没有的，就是因为在城市大家都很忙，很冲突，所以人跟人关系是很薄弱的，或是很少的。可是在这你会发现，像我这样一路走过去，大概就有10几个可以打招呼，早啊，今天做什么，就是那种人情味是很特别的。那大哥，如果我等一下要去走走啊，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你可以去10点尾找一个廖老师，他那里有很多艺术创作。他以前是那个画电影看门的老画师，所以这也是很珍贵的以前的电影海报吗？对。然后现在有就是亲笔画的。对。哇，好可以去看一下，那里很特别，可以看这样子。好啊，那我现在去了。好，谢谢。照着大哥的指点往前走，远远就看见前面墙上有许多的壁画。到底这些壁画是画什么？赶快过去看看。正当我在欣赏这些画时，旁边突然出现一位阿爸，他开口问我：“你现在在看什么啊？”我在看这一幅画。你现在看得懂吗？应该看得懂，因为应该是打铁，因为我之前有帮打铁师傅打铁过。哦，这样子啊。那不厉害。那个是早期的砖窑，所以应该是这年代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是以前打铁就是炉灶嘛，这个炉嘛，打铁的炉啊。那些都是农具啊，以前农家用的农具啊。哦，我有看到菜刀跟弯刀，割草要用的。那家庭用的五金都是打铁用的，打铁打出来的。哦，以前都打铁用的。以前家庭的五金都大部分打铁店打出来的。这幅画画的好真实哦，就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年代的感觉了。我看着也不错了，还好了。大哥，感觉你对这幅画很有研究。大哥是住在这里吗？我就是本地人啊。是本地人哦。我是本地人。那刚好啊，我在找一个画海报的廖生贵老师。大哥知道他住哪里吗？画海报的。你说姓廖的吗？对。哦，我就是啊。你就是哦。对。哦，老师失敬哎。哪里？这个是全部都是我画的啊。对啊，老师你画的这些画，我刚刚看啊，我觉得好真实哦。所以画这些画是有什么含义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50年代的我们这条街的老店啊，老店大部分都画出来了。这样年轻人都看不懂啊，都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画都是以前当时的在地故事。对，都在地的。原来这位阿爸就是我想要找的廖生贵廖老师。原本想要拜访他，参观他如何手绘电影看板，没想到却在路上巧遇廖老师本人，而且认识了廖老师为关西留下了见证关西产业发展的壁画。老师，那前面这幅画有什么含义吗？这幅画就是打石的啊，以前农家用的，像养猪的那猪槽啊，磨石啊，以前磨米浆用的，过年过节要用的啊。都需要石头。都用石头去打。所以以前这边有很多的打石店，就是很多打石店才变成石店尾啊这边呢。因为这边很多打店，所以这里地才取名这个地。敲敲打，整天都敲敲打。这样子就石店尾啊这样子。本来想听廖老师一些有关关西老街的故事，但是廖老师说他今天一定要完成海报看板，所以他邀请我不妨陪他走回工作室，可以一聊。接着廖老师带我看了他正要完工的手绘电影看板。老师，像你过去啊画了这么多的电影海报，然后曾经30年已经封笔了。对。那当初怎么会答应要回来关西画画？那个是因缘际会吧。这文化局刚好有这个心要打造我们关西，找我们在地的会画的人，结果他去找很多人，结果问到我。我其实30几年不画了。是这样子。那回来画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就是要画的时候，你要想以前的景色啊、景象啊，都是用想的。对啊，对，就没有稿子啊，以前没有相片啊，又把以前的想出来给画起来这样。哇，所以以前的画都是靠老师儿时记忆啊，还有想象，才能把这些画画出来。对。那老师，像你都在画以前关西的这些记忆的画，那会不会看到现在其实关西变化很大？跟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差很多了。说实在，现在现在我画那些壁画，年轻人根本看不懂。以前关西我们这条街是超热闹的，什么店都你想到的，家庭用的什么店都有。就是现在慢慢的落后，科技发达，把这些老字号的都淘汰掉了。所以这画出来给他们
欣赏一下的，哎，以前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这样。让大家看到过去的风华。对。看着廖老师一笔一画地描绘着，似乎在重温关西过往的黄金岁月。老师现在是要搬走了吗？对啊，现在要搬到地线那边去挂起来。我要拿到那个戏院那边去挂。对。廖老师画好的看板是要挂在已经有89年历史、早就歇业的关西第一戏院。廖老师说，期待这些在半世纪以前最卖座的电影看板，可以唤醒这座曾经风华一时的客家大庄。为什么我看到好多的人偶在那里啊？那是牛然和剧团啊，因为我们这里作为老屋的活化，所以我们也有作为表演空间的使用。那牛然和剧团也是在这里诞生的，所以他们今天算是回娘家。哇，远处看觉得好可爱，好有趣哦，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哇，有帅哥，有美女。关西这个曾经是新竹地区重要的客家大庄，从清理年代开始，因为交通及产业的转换，逐渐开始沉寂。幸好有些在地的关西人正在努力地唤醒它。大哥，我刚刚是有看到啊，这个三合院有非常特别的石雕的图案，是，可以带我认识一下吗？哦，可以啊，来，好，走。大哥，你应该是姓罗，因为我看到玉章堂是罗家的堂号。哦，对，玉章堂是我们罗家的堂号。那我们这里也是罗屋书院。我是有看到旁边有很特别的这个石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含义吗？我们都戏称这里为这个4格漫画啊，4格哦，有像哦，1、2、3。其实它这有4个故事。所以它这就有那个浏阳富国敲青钟，然后一秦一鹤、弃官寻母、三娘教子，其实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些图腾，然后镶嵌在这个房子里面，让我们在从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熏陶。哦，就是把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啊，潜移默化在生活中。对，就是当时就是除了书院可以读书，也可以学习到这个石雕上的故事里面的内涵，这样。罗大哥是玉章堂罗家的后人，原来是在外地工作，这几年回到家乡，也是希望能够将关西的美好与文化传递给更多人知道。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一般比较少在住宅三合院看到石雕，通常都会在寺庙比较看到这些图案。啊，没错，你观察很仔细哦。我们这边那时候盖我们罗屋书院的时候，我们是跟太和宫，就是我们街上民间信仰中心是同一批匠师的哦，所以这样的盖的方式有一点像庙宇的盖法。而且它的那个工法好精细哦，就是它刻的就是有点栩栩如生，然后很生动。原来玉章堂当年是聘请盖庙的师傅来兴建，难怪气势与细节与其他古屋不一样。罗大哥，我看到这个好特别哦，这个图腾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图腾是曲水万字，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7个万，这就是代表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哦，细水长流。是。那旁边这个是竹窗吗？对，这竹子的花窗，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是整个石头所雕刻的花窗。然后竹子的话，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像这个君子一样虚心，然后步步高升。对哦，哇，其实我刚刚从这个石雕图腾啊，还有这个窗啊，它都有很多的文化内涵包含在里面了。大哥，那这边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哦，里面还有更精彩的，来，我带你走。好。玉章堂原来是罗家的私人住宅，但是罗家先人认为教育是重要的，因此将玉章堂开放成为可以教育乡民的私塾，所以后人也称玉章堂为罗屋书院。其实现在很少听到书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所以以前上课的地方是在现在这个正厅吗？哦，对，以前上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对。那以前上课的话是席地而坐，还是有摆桌椅？
哦，以前我们的桌椅其实就是这样一横一横一横，然后老师在这一边，然后对着学生上课。哦，所以以前这里同时是住宅也是教课的地方。对，就是像我们这个正厅是上课的地方，那可能旁边的护笼有些地方就有住着我们罗家的一些亲戚。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那边还有一个空间，其实也有作为教学使用，甚至到了在民国26年以前，它是属于教导汉学，但是26年77事变以后。因为皇民化运动，所以这边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教导日文。其实罗屋书院这个称号是这几年地方文史工作者给的称号。其实他以前的旧的称号是河背大树下新屋。河背大树下新屋，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哦，其实就是河背的话，因为我们罗家这个聚落是有这个凤山溪这样子围绕嘛。所以相对于城镇，我们是在镇的这一边，所以河的背面。那大树下，因为我们这一支是属于大树下，就是我们罗家这一支大树下。然后新屋的话，因为相对那边有一个旧屋，所以老的称号这个房子是叫做河背大树下新屋。那是不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看到早期其实都是在教课，所以后来也想说那就把它取名为书院。对，地方文史工作者就是针对他过去曾经有作为私塾学堂这样的功能，所以他们就给了罗屋书院这样的一个雅称。我们也期许这样一个老房子可以透过过去这样的功能，能够承先启后，继续好好的保持维护发展下去。身为当年关西重要的教育场所，玉章堂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传递着忠孝节义的观念来教育后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门帘上面“为善最乐，积德当先”？一开始房子盖的时候，我们祖先在这个房子这么重要一个正门的地方留下这个8个字，可见他很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记在我们心中。哦，就是祖先希望勤勉后人，然后无时无刻记住这2句话，然后也是要无时无刻的学习这样。罗大哥说，这些隐藏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富有教育意味的装饰，其实在书院的内外都能够轻易看到。除了刚刚看到的石雕跟图腾之外呢，我发现最特别的是它的墙面上啊，最上方有一排的，就是都是历史典故的故事。那我刚刚呢自己看了一下，我可以猜出1、2个。那我刚刚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应该是苏武牧羊。罗大哥，我应该有猜对吧？第一个是苏武牧羊。对，没有错，第一个就是苏武牧羊。然后这个建筑里面，这个叫做水车堵，所以在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概每一个大概就是有3个，像那一个是李白醉酒，还有李铁拐，然后《三国演义》的故事。如果仔细看的话，有很多细节可以去玩味。所以其实他把这些忠孝节义啊，然后学习智慧啊、气节啊，所有的这种故事啊，都把它刻在这个墙上。让以前在这边读书的人啊，可以看到这些故事，然后刚好也是学习。没有错。今天参观了罗屋书院啊，我觉得客家建筑最能表现它的人文底蕴。从刚刚看到的石雕、泥塑、图腾，都有表现它的文化意涵，也呈现了当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最重要的是啊，先人也留下来勤勉后代的精神，像是刚刚看到的积德当先、为善最乐，都是要让后代的子孙呢无时无刻能够学习。谢谢罗大哥。不客气。罗大哥，为什么我看到好多的人偶在那里啊？那是牛栏河剧团啊。牛栏河剧团。因为我们这里作为老屋的活化，所以我们也有作为表演空间的使用。那牛栏河剧团也是在这里诞生的，所以他们今天算是回娘家。因为我看他们那个造型好有趣哦，那我找他们去聊聊。好啊。你们好。哇，远处看觉得好可爱，好有趣哦，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哇，有帅哥，有美女。这些大头人偶是关西当地的表演团体，专门表演跟关西当地有关的客家戏。他们取名为牛栏河剧团，就是表明发源自关西这个100年老客庄的文化团体。刚有听到说你们是叫牛栏河剧场，是为什么会用这个牛栏河这个地名，然后取名这个剧场的名称？牛栏河是我们关西的母亲河啊，所以我们决议投票票选，然
然后得到这个牛栏河剧场这个名字。哦，因为母亲河代表这个关系很重要的一条河流，所以把它取名为这个名称，对，当做你们的剧场，然后来表演，对，很有特色，很有特色。那你的表演有关于牛栏河这个地名有关联吗？有，我们还在密集的筹划中，筹划中，我们要期待哦，非常期待。那通常你们都是在哪里表演啊？我们通常就之前都是在这边，对。顺便活化我们的罗屋书院，对哦，刚好对，跟那个罗屋书院一起融合在这里这样子。对，其实我看到造型是非常的特别，每一个角色都好鲜明哦。对，而且刚刚就是举手投足啊，我刚刚看到这样随便一动啊，哇，那个真的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做这个表演的东西。对啊。这群可爱活泼的牛栏河剧团的大头娃娃跟我说，他们正在准备着新剧嘛。希望我能再来看他们在牛栏河边演出。临别前，他们也跟我说，要更了解关西，就必须先了解牛栏河。童正雄老师是关西目前最适合介绍牛栏河的人了。在桥上看啊，真的好壮观哦，很漂亮，这样一层一层的这样。这个河牛栏河也叫做母亲河。然后早期都在这边洗衣服。那叫牛栏河是因为跟牛有关系吗？对，因为早期这边务农嘛，然后很多的牛只赶来这边贩售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围篱啊，所以赶来这边河床上，然后牛就在这边隔夜啊，住在这边这样子，所以算是放置牛在这边。对，暂时在这边。对。所以那种。很多的地名都是有一些历史典故的嘛。那像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窝啦，跟当地的特产有关啦。像这边有一个叫鹿寮坑，顾名思义就跟鹿有关嘛。这早期清朝的时候，这边是很多鹿的，在这里面有很多什么4寮、8寮。那种寮就是樟脑寮啊，所以这个叫牛栏河，所以它就是跟当初在这里生活有关，对，然后跟牛有关，对。原来牛栏河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年河中圈养了许多牛。老师，你刚刚说在过去在那边洗衣服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那是因为早期，我们这边来的客家人住在这边的时候，经济是没那么好的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啊，所以很普遍就会到河边来洗衣服啊。就是到我现在看到这里，对，跟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那因为那时候的水比较清澈，而且水量比较大。不像现在的水位没那么高，那这些水呢，足够让我们关西地区的人呢，可以来这边，洗涤自己家里的衣服。我小时候那个年代，那来这边洗衣服是很普遍的事情了。所以大概4点多，就很多人来洗衣服了。那会不会是这样子一排啊，全部都是洗衣服的，还是要轮流这样洗？当然是看是谁气的那个洗衣台啊。还有分哦，谁气的才能谁洗。对。那如果没有气的话，没有气你就晚一点来啊。晚一点来你就洗别人的位置啊。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跟过去看到的其实是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因为现在已经弄成清水公园。是把它铺平了吗？对，把它弄成阶段性的阶梯式的，把它弄成公园式的方式。哇，那如果过去啊都来这边洗衣服的话，那其实这个难怪叫母亲河对，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对，因为过去的用水啊、洗衣服啊，都要来到这个河来做清洗，这样。对。童老师说，其实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就是早年关西对外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东安古桥，可是我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是一座桥啊。童老师说，要到桥下去看，才能体会东安古桥的美。老师，我觉得很特别，是走在桥上跟桥下的感觉差好多哦。在桥下是非常的壮观，对，差异很大。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啊，我刚刚走在那个桥上啊，它是新旧桥盖在一起，对，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是因为古桥要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又要道路拓宽，因为那边的居民已经慢慢居多了哈，就变成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它为了拓宽嘛，那我们就把它古桥保留下来，旁边就增设一个新桥，那新桥就变成仿古桥的方式做成现在的这个新旧并用的一个东安古桥。有难怪它的桥感觉是一样的，可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其实
认真看是差异很多了哈。那古桥的部分，因为昭和6年盖的嘛，那以前的日本人盖的是用传统的工法，用那个糯米桥的方式的盖法。哦，这个也是糯米桥。对对对，然后它的石材是用当地的方解石，所以跟新桥的那种建材上面就差异很多了。那大家可能很不解，糯米桥，那顾名思义，糯米桥就是用糯米当原料嘛，加黑糖，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啊，就到海边去用那个鹅啊的壳啊磨成粉，然后把它搅拌成一个重要的粘剂。其实，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哈，其实它那种功法哈，其实不是完全靠这个粘剂的接着，那完全的功法是用砌石的方式，石头跟石头本身的那种张力，是不是很像那种榫卯的原理？对，就是没有任何的铁钉啊什么，然后它直接是用卡把它卡的，然后其实那个糯米只是粘着剂，辅助它，对，辅助它这样。那过去盖这个旧桥都是拿来做什么？因为当初那一块算是是汉界嘛哈，汉界跟番界的一个界限。那当初的那边的那个番界的部分的一些农产品要跟这个汉界做一些交易，所以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产业的道路哈。那后期汉人在这边开发的时候，就有柑橘啊，还有蔗糖啊，还有林业啊，还有矿业，这些都是在这个区块。所以那这种区块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必须运输到这边商业做活动，所以这条道路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道路。算是当时因为要交换那个产业，所以是算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要道。对。在全台湾目前这种糯米桥还保留的无拱的，就只有这一座。唯一无拱了，只剩这一座，而且还正常使用，而且还是新旧两桥双桥并用。对，因为通常我印象中，只要有了新桥，应该旧的桥就不会再使用了，会把它当古迹。对，原来这个旧桥还有在使用，是最特别的地方。关西还有9座这种糯米桥，那目前呢，很多的糯米桥旁边已经盖新桥的糯米桥就闲置了，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这一个东安古桥本身没有这个安全的顾虑，勘察过没安全，还是把它照常使用。东安桥曾是关西客庄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之一，随着时代的变化，虽然已经很少人会特别注意到它，但是这座横跨牛栏河将近1世纪的古桥，却静静着守护着关西这个沉静的客家庄。过去1、2年呢，办了一些音乐会，都在这边。我有看过。对，哇，那个晚上好漂亮，那个灯光啊打在那个湖面上，然后倒映出来的那个画面。对，然后后来就很多人慕名而来，原来都不知道说自己关西有这么漂亮的古桥，连自己关西的人就在这边住了20-30年，还不见得知道说有这么漂亮的古桥的夜景。我觉得我自己感受最大是站在桥上跟站在桥下那个感觉真的差好多因为站在桥上好像感觉是一般比较普通的桥，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然后可是一走下来的时候，哇，完全好壮观，而且它的那个古色古香，还有它的那个历史痕迹，马上就呈现出来了，就是落差是很大的。彭老师说，看完东安古桥，要了解关西，还有一样是值得看的东西。彭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把这个门楼保留下来，是一个历史文化一个那个资产保留嘛。对，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对。你看现在这样子，入口关西人来关西馆，一入口就看到这看到门楼，对，让人感受到这是客家的那种感觉跑出来了。当初拆的时候呢，我们就贴标签，第一种就是左边第9层的第1个。第9层的第2个、第3个，按照这种标签一拆下来，一摞放好。那来组装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第1层、第2层、第3层，对，慢慢就是按照原来的编号这样堆叠。东安桥跟牛栏河都是非常有历史的痕迹的，对，而且有很多就是传统内涵在里面。对，然后今天来到这边看这个门楼，
蛮特殊的。客家人在这边慢慢的发迹以后，然后就把自己的家越盖越大，那有3合院、4合院这样子，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像我们这边的陈家啦、范家啦、罗家啦、王家啦、刘家这些比较大的家族，他盖的3合院、4合院才会有这种门楼。对。那到了这后期来讲，关西大概剩下2、3座这种门楼。那要把它保存下来也不容易，因为一直都是在改建嘛。对。那为什么这个门楼啊，是就像老师讲的，是特地把它移来这里吗？还是？这有点故事啊。就是因为他们宫厅要改建嘛，那宫廷改建就早期的建材啊，这些匠师啊就缺乏了，所以他就盖新式的宫厅。然后盖新的宫厅以后呢，这种旧门楼他们认为配搭起来不是那么协调，所以他们也把旧门楼要拆掉。那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就是做这边的田野调查，就把关西所有的3合院啦、传统建筑都做一个统计嘛，然后就彼此就认识啦。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门楼要拆了。那我劝他能够留下来的几率不高了，那我就跟他要过来了。他就很奇怪，你要门楼做什么？因为他就想说门楼应该不能过哪去卖吧。那我说我想要把它留起来保存下来，那我会找一个地方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然后继续保留下去。这座古门楼是彭老师向关西地方刘姓家族要来的古门楼，经过一番努力，在要进入关西的入口处，依照原样一砖一瓦的重建，现在成了进入关西客家庄之前最佳的入口印象。把这个门楼保留下来，是一个历史文化一个那个资产保留嘛。对啊，我觉得是很珍贵也很宝贵。对，你看现在这样子，入口关西人来关西馆一入口就看到这个门楼了。对，让人感受到，这是客家的那种感觉跑出来了。对啊，而且你看下交流道，马上看到这个，其实是会特别有印象的。对，就会在思考说，为什么会有一个门楼，就是盖在这里，会有这个门楼。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在于什么？第一个，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地关西人，把这个东西主动的把它保存下来，认为说我们必须保存在地的文化，所以把它这种东西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深远。对啊，哇，那在地人的这个爱乡心是非常凝聚的，而且非常的重要，而且重视这个门楼它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彭老师说，当初他们要迁移这个古门楼，还大费周章。每块砖头、每个瓦片都有编号，然后按照原建筑的样子重组，连房子当年的缺角都还原样保留。他还带我去看当年做记号的标签印记还在。刚说那个标签是在哪里？现在看得到吗？可以，你看啊，这个已经撕掉了哈。这个以前当初贴标签，这个就是标签的印记。对，就是我们当初就是说左边第9格、第9层的第一个。就这样贴上去，按照这种标签一拆下来一摞放好。那来组装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第1层、第2层、第3层，对，慢慢就是按照原来编号这样堆叠回去。可是我现在看这个都是水泥已经凝固了。对，这是过去也是这样吗？过去是用白石灰，白石灰的那粘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当初拆的时候很好拆。难怪。我们只要上面拆掉，下面的只要这样一敲一碰，它就出跑出来的。因为我想说，如果水泥这样粘，那从原址移过来是非常比较困难。对，譬如讲有些缺角的地方啊，我们就按照这个排上去嘛。那他们刘家的人呢来看的时候就怎么做的这么好？把原来这个就是这个缺角还在，对，他们就特别记得。对。哇，那其实就是看得出来是真的很用心的，想要让原来的文化对，就是从原址搬来这里都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刘家的人真的比较感动，所以我就说家乡的文化保存需要一群傻瓜。我觉得这是很棒这是一个爱乡的心这就是做文化工作的人就一群傻瓜然后为家乡付出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100年后的事嘛，现在看不到什么绩效，可能50年后、100年后，后代的子孙会想，这个怎么会有这个遗留在这边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留在这边？我觉得那时候的感想会比较深刻的。
彭老师说他们是一群傻瓜，所以才保存了这个近100年的客家古门楼。如果彭老师是傻瓜，那么关西就因为有这群为了保存关西客庄文化的傻瓜而美丽。每个客庄都有独特的文化及物产，到了关西，大家都知道要来尝尝仙草，但是今天是要来尝尝结合老客庄的2种传统美食仙草与发板所做成的创新料理。首先，我要先来挑战仙草发板。现在在我眼前有非常多的材料，有再来米粉、糖、低筋面粉、太白粉。今天要教你做2种，把关西最有名的仙草融入在这个里面。对，而且传统的比较涩，我这个是给你吃的会口齿留香。哦，但是啊，我猜啊，今天有可能是做板，对不对？对，因为啊，我看到有再来米粉。是的。但是以前我看到做板啊，都是用米浆。对。可是为什么这次会有用低筋面粉？因为我有一点点改良，这样子大家吃起来那个口感很 Q， 而且冷了不会像传统的涩涩的。哇，而且养颜美容。真的，我第一次看到做板啊，是用低筋面粉，然后还加入仙草。是。哇，那大姐你赶快带我去看看了。好，让我们走吧。好。詹妈妈是在地关西客家人，从小就喜欢客家料理，尤其是仙草。因此，他将关西有名的仙草加入传统发板中，做成美味的仙草发板。刚我说这个板很特别，是加面粉加仙草。是。那这个板叫什么？我们叫做仙草发板，可是我们客家人讲板哦不好听，所以我们叫比较文雅的名字叫做仙草发糕。哦，仙草发糕。詹妈妈利用客家传统食材创新而成的仙草发板。是将再来米等原料加上关西在地的仙草汁，充分混合后，就完成了要制作仙草发板的米浆。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加入仙草来做这个板？因为仙草是我们关西的名产，因为我们仙草是我们客家人的凉茶，所以我们农忙的时候，尤其夏天用这个可以消暑，所以我们大人小孩都很喜欢，而且吃的会越喝越年轻。哦，真的。是啊。那我们等下多吃一点。所以你才说我为什么还这么年轻？因为我都有喝这个仙草汁跟吃这个仙草发板。对，仙草发糕。我记得这个发板是不是小时候都是在扫墓的时候才会吃得到？是，可是现在已经是工业社会，不是像以前农业社会，所以现在想要吃，随时你都自己家里蒸都 OK。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阿婆有教我一个秘诀，是，就是每次在蒸的时候啊，要测试它那个熟了没，他就会拿一个筷子，然后放进去，如果那个筷子不粘那个发糕的话，就代表熟了。对对对，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还是也是会是这样，对对对。对啊，我记得阿婆小时候在叫我拿筷子，来试试看这样，然后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可是我们现在都是比较科技，就是大概蒸20分钟，像我们因为我们是用小碗蒸，差不多20分钟就 OK 了。哦。搅拌10分钟，詹妈妈说行了，可以将仙草米浆准备装碗下锅了。我先倒给你看。好。这第一个倒到这旁边，好，这不是有刚好切起就好了。对，那因为你这过来会滴，所以我要用这个去接。这样过来，不浪费。对，这样接过来，来。好，那我来帮。换师傅你了。好。用那边可以，也可以。我太心急了，一不小心却把米浆倒了出来。慢慢倒，这个不能急。对，这个要慢慢来，因为它有重量。对。我抓到那个诀窍了，刚刚因为那个有重量。詹妈妈，你有没有听过什么禁忌啊？像我阿婆有说啊，像小时候，因为这个一定要把它发出那个外形嘛。对。然后以前啊，我阿婆就说，如果没有发起来的话，就会在那个蒸笼的旁边就会放艾草跟盐巴。我记得还有听说是就是在做的时候啊，小朋友不能乱讲话嘛。对，不要乱讲话，不然的话你的发糕就不会发，就不漂亮，只是微笑而已。对。
所以老人家说有蒸发糕、蒸年糕，小孩子绝对不给你进厨房。我记得最漂亮的那个形状是有点像花瓣，然后开得很漂亮。对，是的。一切准备好，将米浆放上蒸笼去蒸。20分钟后，香喷喷、有个开口笑裂痕的仙草发板就大功告成。为什么这个要叫水板？因为这个是农忙时间啊，以前农忙时期啊，没有母奶不够啊，差不多小朋友到8个月、9个月有长牙齿，这个是他们的副食品。哦，这个对，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也可以当点心。就是你端，因为你是主厨，我是副手，副手是负责掀盖。蒸吗不烫啊？不会，1、2、3，来咯！来，难怪叫水板呢，其实它还是水水的感觉。对。时间到了，好，可以开盖了。好，那我来帮你开盖。好，1、2、3，好。哇，小微笑哦，小微笑，这很不错哦。哇，好香哦！曾妈妈，我们应该算成功了吧？对，因为我们是小而美，我们是用小的，所以你说呢有4分5裂那大的，那是像我们吃饭碗很大，所以我们这个是已经算成功了。所以今年每个人都会发。好，张妈妈都说了，我们今年一定会发，对，因为我们全部都已经散开来了。对。接下来，詹妈妈说来做仙草水板吧。同时，詹妈妈也说，水板也是早年关西的客家婴儿最好的副食品。我们刚刚做的是发板，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板？做水板。水板是我们是用再来米去磨成米浆。那我们开始来做。好。仙草水板跟仙草发板原料大同小异，只是做法略有不同。将再来米与其他原料磨碎混合后，再加入关西当地晒干磨粉的仙草粉，加入热水搅拌均匀。那为什么这个要叫水板？因为这个是农忙时间啊，以前农忙时期啊，没有母奶不够啊，差不多小朋友到8个月、9个月有长牙齿，这个是他们的副食品。哦，这个对，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也可以当点心。以前是农业社会啊，不是像现在工业社会啊。哇，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有吃过这个，所以以前吃到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对，得来不易。可是以前是用红糖，我们现在是加的这个是仙草，也有那种 Q 度。哇，那以前吃到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因为得来不易。对，现在吃到是非常开心，得来不易。以前小朋友常常吃，那还 OK， 现在是叫做得来不易。哦，反而现在是得来不易哦。对。哦，因为现在比较少人做了。对，是。哦，原来是反过来了。蒸水板跟发板不同，只要10分钟开一次锅，20分钟后就完成了水嫩嫩的水板。就是你端，因为你是主厨，我是副手，副手是负责掀盖。蒸吗不烫啊？不会，1、2、3，来咯！来。哇，难怪叫水板呢。其实它还是水水的感觉。对啊。这个等冷了才可以吃，你这个太烫不行吃。水板出炉了，詹妈妈说，刚出炉的水板要等凉了才好吃，尤其是夏天，将水板冰镇1小时之后，口感更佳。但是我等不及放冰箱，想马上开动。哇，辛苦了一天，现在终于可以来吃发板跟水板。是的，哇，好期待哦！这是你的成绩。对，光捏就很有弹性哎。对啊，它这样子，你看都弹回来，好有弹性哦。好，所以我说仙草有胶质啊。好，我来试试看。跟传统的不一样，对，你会越吃越顺口哦，越吃越发哦。非常美味哎，我非常喜欢它，每咬一口啊都有那个仙草淡淡的那个清香，而且它是淡淡的，所以吃起来会一口接着一口，然后不会腻。对，而且像过去在祭天啊、拜阿公婆、拜伯公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个发板。对，它也是其实就象征就是开财发达的意思。对，没有错。
而且整年度都很发达，每个都很发达。其实也看到我们客家人啊，敬天怀祖还愿，对的这种生活态度。对啊，是没有错啊。这个是我们客家人才比较有吃这种的点心啦。这也可以算是点心。对啊，就很怀念小时候就吃到这个发板。但是我能了解詹妈妈说，这个水板啊，小时候是可以当这个小朋友的副食品。对啊，因为其实它看起来就是水水的。对，其实它外表有点像果冻。对啊，而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拿来冰箱冰1个小时，不像我们讲的那种果冻。大人小孩，尤其在农忙，客家人在农忙时间，这个都是当点心用。哦，好，那我赶快开动。这个它的仙草味跟它的甜味啊是比较浓郁的，对它吃起来是非常的过瘾，跟刚刚这个淡淡的仙草味比较不一样，但它吃起来其实也不会腻，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这样，而且水板呢，它吃起来是有点入口即化的，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就化，难怪说小朋友也可以吃，对，没有错，哇，这个水板也是很特别。是啊，哇，那我今天很幸运呢，还吃到这2个就是比较少吃到的传统点心。是，可是詹妈妈，我很好奇是问说，为什么仙草啊对关西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关西是长寿之乡，而且这个是仙草是我们关西的特产。以前农业社会几乎每一家自己都有种。对啊，其实仙草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没有错，对对对。哇，今天非常的幸运能吃到詹妈妈做的仙草发糕与仙草水板。那从食物中呢，我能感受到詹妈妈料理人的创意和在地人的心意，那结合成这一道传统又创新的好味道。今天看到了许多古迹、建筑艺术、工艺、美食和过去的生活，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化色彩，并保留了丰富完整的传统内涵。我用着在地人的角度看关西这个地方，我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的热爱，一步一脚印地维系传承当地的特色，并让文化能够生根发展。也因为这些爱乡心，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客家风情，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细细去品味这好山好水、惬意幽兰的客家庄关西。